曾师叔因门派事务繁重，未能抽身前往。迄今为止，仍不敢告诉你母亲。我明白，这件事最好还是先别让我娘知道的好。长大了，有些事总应该要面对的。只是不知道我外公用生命所守护的于都，又该如何安排？掌门师尊认为，于都城城主一职，只能由你暂代，而且也相信只有你，才能打理好于都。日后，千万不要再放魔教进来。以往的种种祸患，皆因魔教渗透所致。好，好。只是我怕李寻那边又会心生不甘啊。这个你可以放心，青云门永远和你站在一起。但是明面上，咱们还是得有个说法。你去找找老城主有没有留下什么遗嘱，或者书信之类的，咱们也好给焚香谷一个交代。行。你们青云门到底烦不烦呢？怎么就把于都当成自己的家了？他是大师兄嘛，他说的话就代表了掌门师伯的意思，我也没有什么办法。放心吧，他住不了几天的。大半夜的，又折腾人。魏爷爷生前这么多书信，我这一时半会儿哪给你找去？还好外公生前跟我说过，重要的东西放在这儿。唉，哟，这个是第一任城主的札记。哎，说天书的。天书一共分5卷，每得到1卷，复活兽神的几率便更大1分。黑心老人本想找齐5卷天书后再复活兽神，但就在他刚找到第2卷的下落时，身为奴隶的第一任城主为了阻止他的计划，冒险将第2卷的线索偷走，藏了起来。黑心老人遍寻不得，恰逢正魔大战爆发，城主也趁机逃脱。他来不及再找，匆匆迎战，在枯心上人手上落败后，躲进地堡内，孤注一掷，用唯一的1卷天书强行复活兽神。那也就是说，第2卷天书已经找到了。只有一个模糊的线索罢了。这天书乃是魔教的镇派宝物，若是被鬼王宗所得到，必然又会掀起一场腥风血雨。外面被有心之人得到，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尽早销毁。真云耗损良多，应该好好在于都城休养啊。曾叔叔，你也是，身为代城主，怎么能擅离职守呢？不是，萧师兄，你别这么严肃嘛。小凡和鲸羽待在城里也没什么事儿。再说了，多一个人，多一份力量啊。不是不让你们去，而是这此事凶险万分，这天书又是众矢之的，人多了反而目标很大。可这件事情只有我们4个人知道。其他的人怎么能知道线索呀？是啊，我们也不知道万福古窟内天书在哪里，而且鬼先生也不知道带去了哪里，我们可能会查到些线索。那行，既然这样，我们就一起出发吧。
由于你们俩伤势初愈，明天准备一下，我们策马出行。您的这个马车呀，一共15两银子。啊，15两？那有没有便宜点的马车呀？您的这个马车呀，要坐5个人。按照这种规格的马车，要是新的呀，最低都得20两，这是2手的，所以才收您15两。不瞒您说，掌柜的，我兜里只有8两银子，您看看能不能再便宜点儿？要不这样吧，您啊立个字据，付上8两银子，剩下的钱呢，您在期限之内分次付清就行。马车您先用着，这方圆100里之内呀，只有我们同城车马行才能这么干的。真的？哎呀，那太好了，谢谢掌柜的，谢谢谢谢。不用谢，有空常来啊。伙计，来过来带这位老板去办手续啊。少侠，您是要订马还是马车呀？订3匹马。3匹马，好嘞。我们同城车马行啊，什么马都有，白马、黑马、大花马。您看您要什么马呀？这3匹马要耐力强一点，能出远门。行，没问题。其中有1匹马性子不要烈。好的，没问题。我这就带您去挑马，包您满意啊。你也想去啊？我还得陪我外公呢，只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总有一些放心不下。怎么了？出什么问题了？我总觉得有些不对劲。小凡哥哥此次行事，怕是凶险万分。没事，万福古窟都过去了，还有什么更凶险的？再说了，有萧师兄和鲸羽在他身边，不管遇到什么问题，都能迎刃而解。如果我也会法术就好了，这样就可以保护小凡哥哥了。就凭你啊？凭我怎么了？我爷爷说过，我与你们青云乃是同宗别脉，我周小环想要学，绝对比你快。同宗别脉？就是同一个老祖宗青云子啊。青云子祖师，我怎么没听爷爷说过？嗨，爷爷不想说，说是辈分太高，怕你们这些小辈觉得他乱认亲戚，趋炎附势。看来周爷爷才是深藏不露啊。那当然了，你以为我们爷孙俩闯荡江湖靠的仅仅是看相啊？等我再学些法术，我就能保护爷爷、小凡哥哥还有你了。哟，这次终于带上我了。当然了，魏爷爷可是很有眼光的，他能把你和于都都交给我，以后我一定能好好保护你们。好，那就有劳小环大人。应该的，应该的，别客气。啊，等到闲一点的时候啊，我就教你一些法术。这次说话可一定要算数。好，说话算数，谁让我们是同宗呢？金瓶儿走后，阿林要照看整个锦绣坊。先这么着吧，能看着他平平安安的就行了。哎，那婚事怎么办？师父说过，世间万物都有机缘，2个人一生下来就有一根红线联系着，跨越山峦沧海，把他们联系在一起。不能在一起是机缘未到，还没在一起也是机缘未到，不能强求的。哎，现在不能结婚的可是我，你们2个在这悲春伤秋的干嘛？啊？来，喝酒。来。哎，话说你们2个总是形影不离，是不是因为当年草庙村的事啊？你知道？我听师傅说起过，当年事儿毕竟太大了，又发生在青云门下，正派人士多半都知道。当年我无时不刻不想着查出真凶来，不过在剿灭炼血堂之后，却无法确定真凶就是年老大。哎，你怎么突然想起这个来了？其实有一件事啊，我
我一直想不明白，当年我下山之前，师父刻意叮嘱过我，要是遇到草庙村的遗孤，有一个青云弟子叫张小凡的，要我好好照顾他。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。小凡，小凡，这是什么？是魔教的功法，好像是滴血洞的符文。他就是天书。在跟鬼先生争夺的时候，他进入了我的身体。难怪你急着要去找另外一拳。可是这魔教天书对你的身体会造成伤害，你不能再接触它了。我明白，可是我一定要知道它究竟是什么。万一第二卷天书上面记载着逼他出来的方法呢？又和魔教扯上关系，这下糟了，不能让师门知道。你明天不要去东海了。不行，我一定要去。鬼王没有找到天书，就一定会再来找我。这件事情迟早会被发现。这一定是鬼王宗的阴谋，是碧瑶做的，跟他没有关系。怎么可能跟他没有关系？最初我们就不应该认识他，就是因为他牵扯了进来，才会让鬼先生利用了你，利用了我们。这件事情根本就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事到如今，你还帮着他说话。真不知道掌门师兄怎么会放心这几个成事不足、败事有余的弟子胡来，还有你，怎么会轻信一个来路不明的巫医，连带着被鬼王宗有机可乘？身为青云弟子，立场暧昧不明，乃至有此祸患。师父明鉴，当时情况非常复杂，实在不能轻举妄动。收容合欢派的是于都城的魏老城主，独公子秦无言，化名严烈，也令弟子始料未及。自避火天冰湖一战，齐浩曾向掌门禀报过，张小凡曾与一个神秘女子接触，此女子手中的法宝似是伤心花，而此物乃是鬼王宗的门派至宝。雪琪，你老实告诉我，张小凡是不是听信了鬼王宗妖女，方使夺取天书一事功败垂成？师父，张师弟对那妖女绝无回护之意。师父何时提到回护了？魔教中人狡诈多端，也许张小凡等人涉世未深，一时被蛊惑而不自知。如果果真如此，我须得提醒掌门立刻召回。师父，在死灵渊中，张师弟奋不顾身救下弟子性命，万福古窟崩塌前，又在滴血洞中与鬼先生进行了一场恶战。据此推测，他未曾被蛊惑。
魏老城主心中有善恶之分，却不分正魔，只是年老体弱，一时不慎，方才中了万毒门釜底抽薪之计。罢了，看来你下了一次山，倒是见识了不少凡尘中的大是大非啊。红尘中事纷扰时多，俗世杂物非但无益修行，反而会令人坠了心魔。是，师父。此次受挫，究其因，乃是技不如人。既然你已经回来了，就好好养伤吧。是。师父也是担心你。我知道，是我让师父失望了。你别多心了，你仍是师父最钟爱的弟子。哎，雪琪，帮师姐个忙好吗？什么？你说小凡救了你？他救了我们所有人。小凡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？早就知道小凡是个人才了。你还说，太危险了！这林惊羽跟曾叔叔真是的，也不好好保护着，真让人担心。不必担心，张师弟现在正在于都养病休养，并无大碍。陆师妹，这次凶险重重，你定是出力不少，我替大主峰谢过了。宋师兄客气了，这次我的作用微乎其微。不行，这魔教盘踞，防不胜防啊！我得赶紧跟爹说说，早点把他叫回来才行。别着急嘛，师傅已经知道了，他一定会有安排的。再说了，经过这次历练，小凡啊，早就今非昔比了。雪琪，你说的那个人真的是小凡吗？你不相信？我只是觉得，好像不认识他了。他以前在山上什么都不会，这一下山，感觉好像是学了什么盖世神功一样。克敌制胜，他用的不是什么法宝，而是他的心智与勇气。就算是分头出发，也不用天不亮偷偷摸摸上路吧？你们俩兄弟怎么了？吵架了？啊？师兄，不是让你留在于都好好养伤的吗？一大清早不告而别，还哄着师兄带你上路。你的伤都没好，不要命了？师兄，不能带他去。我可以慢慢走。靖远，你要是着急的话，你就自己御剑先走吧。好，你爱去哪儿去哪儿。好了好了，既然大家都到齐了，就一起走吧。哎，金宇，我早上出门比较急，忘了带口粮了。你去附近看看有没有吃的，我们在这等你。好。内息紊乱，是不是在与魔教妖人交手时受了内伤，导致经脉气息难以理顺？这是离开青云时，师尊交给我的6合通脉丸，虽不能洗精益髓、助长修为，但服下之后也能稍理气脉。师兄，师尊的药肯定很珍贵，就别浪费在我身上了。哎，药不就是给人吃的吗？看着你们长大，入门，如今都能独当一面了，你们受伤了，师兄怎么能不管呢？金玉也是为了你好，有什么话好好说，别动气啊。之前刚到青云门的时候，还是师兄你带着我们来到掌门面前。
是不是困了？这药会让人放松。来，先靠一下，待药劲化开，让药劲在身体百骸自行游走即可。多谢师兄。小帆，小帆，这灵尊之鳞100年一吞，有辟邪之功，可用于探查并引出魔教的邪法。你一定要切记，须当谨慎使用。是。小凡，你怎么了？没事。我用掌门给的丹药护住了小凡的经脉，可是他经脉异常，内息紊乱，究竟怎么回事？或许是在万福古窟中了妖人的邪术。若果真如此，就麻烦了。为什么？你没接触过魔教功法，是有所不知。昔日我在炼血堂卧底之时，发现他们的邪术不仅会影响身体，更容易侵蚀心智。眼下小凡无事，就怕未来。要不，我们暂时先不要折腾了，今晚在这里先休息一夜，明天继续赶路吧。好。小凡，小凡，小凡，你怎么了？怎么这么严重？别管我，别管我！你给我坐好了。你怎么样？金鳞清脆，是血雾。小凡，
碧瑶，这大清早的，是要上哪儿去啊？修行、散心。走了。站住！天地广阔，何处不可修行？刚回来就要出门，这个家就这么不招你待见吗？我看是山下有人分了你的心神吧？不是，我就是最近有些心烦意乱，气闷。既然静不下心来，就陪爹来喝杯茶吧。没想到这青云的药材还真是不一般呐！你怎么知道？你上次带回来的灵药，竟是解除了我多年的忧患。几十年了，深受其痛，总算是彻底根治了。没想到从那个傻小子手里骗来的药，居然这么好用。下次我再骗点来。哦，哪个傻小子？多少钱？是那个名唤张小凡的青云弟子吧？鬼先生告诉你的，你可千万别派人动他。那个小子蠢得要死，又不会对咱们鬼王宗做什么。爹不但不会动他，还要找机会报答他的赠药之恩。嘿，报什么恩呢？你就是想着把人家绑到胡岐山来，骗人家呀弃明投暗。良禽择木而栖，更何况他手握噬血珠，即是黑心老人的继承者，而且他还有天书的功力。这些要是让青云知道了，哪还有他的立足之地？我就是给他指了一条明路。爹，你别……那个张小凡很固执的，他是不会来的。他真的不会来。师弟病重，多谢老伯收留，打扰了。不碍事，不碍事。年轻人大概是赶路累了，好好休息。哎，老伯，可否借您家伙房用一下？我想给我师弟煎一点药。可以，可以，随我来吧。照顾好小凡。都是我不好，我不该和你吵架。可你怎么总是这么倔呢？青云也好，鬼王也罢，当真有什么事情值得你连命都不要，拼死一战呢？我知道你一直很努力，不想令师门失望。可是我是你的兄弟啊。有什么事情，我们可以一起去承担。小凡，
快点好起来吧。我们兄弟齐心，天书的事情总会解决的。靖宇，我刚向老伯打听了一下，他说西边的山谷有一位擅长法术的医仙。医仙？小凡昏迷是内劲紊乱所致，寻常草药恐怕无法医治。能不能医治，先试一试再说吧。而且我听那个老伯讲，说那医仙擅长法术，并未见使用什么药物，想必是理气通脉为主，说不定是哪位遁世修仙高人在此地居住呢。刚刚我又收到师门的回信了，询问情况，未免师门担忧，我没有汇报小凡之事。这几日我们需设法稳住小凡的伤势，然后再去寻找天书。所以无论如何，你去看一看吧。师兄，那我现在就去。小凡的身体。弟子林惊羽为救同门，前来恳请医仙略施药石，助生之术。冒昧打扰，迫不得已，还请医仙见谅。医仙，医活不医死，医俗不医仙，医男不医女，医邪不医正。少侠，你请回吧。医仙，请听我一言。没空跟你啰嗦。在下听王猎户说，医仙有妙手回春之术，治病救人，诊费只收2只鸡而已。早就不吃鸡了，这是什么年份的事？医仙和我们青云门是旧识，不认识。
攀不上你们名门正派的亲。实不相瞒，在下有一师弟，受魔教功法侵体，气息紊乱，不知医仙能否救治？区区经脉受阻之症，自然能治，只需注入功法，将受阻之处打通即可。那医仙这是？可我为什么要为你们青云门治病呢？名门正派向来高高在上，如今也有治不了的病，救不了的人。天下医者父母心，还请您施以援手。只要能够救好小凡的病，您要我做什么，尽管吩咐。这样吧，念你们同门师兄弟情深，破一次例也无妨。只是我也有一个小弟，不久前被山中的妖怪掳去，让我出拯救你兄弟可以，但你必须帮我这个忙，将我的小弟带回来。除妖未到，本是己任，还请您指引一条明路。这就去吧，我就在此等候。见面后别啰嗦，直接招呼。那厮是只虎药，多言无益，反而容易中了他的魅惑之术。别忘了，一旦我将您的小弟救，我答应你的事，自然会做到。快去。在这里给我待着，莫要再惹是生非。时候到了，自然放你走。你这混账，快放了我，否则我老大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快救我！啊！快点帮我解开！啊！怎么了？救我！救我呀！救我！什么人？救救我！救我！哎，是你啊！快救我！快救我！快！青云弟子。哎呀，不要看，走了。老大，不行啊，我好累啊，我们歇一会儿吧。真拿你没办法。来，哪里跑！恩公，老大，就是他救我的。你名为医仙，实际上你才是妖吧？住在茅庐中明明是天一阁的前辈，你为何欺瞒于我？废话少说，
你师弟的病还治不治了？算了，先跟我去治病。老大，我现在又累又饿。这样吧，时候也不早了，我先把他安顿好，明天给你师弟治病。小凡，你放心，等师兄帮你把天书的功法引出来，你就不会难受了。一念成执着，沧海变荒漠，轮回中，我像飞鸟经过，记忆中停泊，点一盏烛火，那微光能否照亮寂寞？听雨声滴落，看花开。寂寞，叹昨日怎么只剩轮廓？难断的情愫，眸中的淡薄，一场梦，谁都无法触摸。我醉在尘世中，恍然若梦，睁开眼时。一份情。